溫哥華華裔小姐競選2025六福珠寶最上鏡小姐贊助。六福珠寶。港利行花旗參真心真意獎贊助。港利行家國禮品專門店。美容閣明豔照人獎贊助。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。鑽石贊助。溫哥華機場環宇免稅店。髮型顧問 Mobhead。Yeah， 哥，你哋唔想捲手短啦？白教授，點解你咁早？你真係咁臭女死人㗎？係啊，幫手啦，唔關我事㗎，係由以前俾錢我咁做㗎咋。但係如果我係一意孤行嘅話，我都冇辦法。黎智光屈我啲錢唔到，佢實會懟死我哋兩父子嘅呢個嘢。阿 Sir 啊，我哋老爺瞓咗啦，有咩事聽日再嚟過啦。人在邊緣，星期六下午2:05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每週專題報導多段香港以至國際嘅矚目新聞，聚焦港人最關心嘅民生話題，並邀請各界人士、學者、專家一齊深入探討個中嘅來龍去脈。每年升小節，唔少直資同私立小學大排長龍，家長學生要投入幾多資源先攞到入場券？冇資源嘅學生靠大抽獎又係咪咁易入到心儀官立同津貼學校？新聞透視，星期一晚上9:50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